按斗某科跟反瓜，真给有很多都没有看过。是蛮多没有看过的。大哥，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像那个风声呢，因为旭日东升的东升，东升在即啊。哦，是因为说像太阳啊，对，神一轮。哦，从那种呢，你花莲的吉安的吉安，它的名称很多吉安，人家都不应该讲树立看摩安哦，安排哈，切就切唔开啊。哦，那个皮很厚啦，对，就不好切啊，不好切。那个要不要按斗的反瓜？我因为偷这种优太优弹的反瓜。pick the big and sweet ones。呀，目前从那种呢，要种呢，就还莽松哦，莽熟呢。哦，还没有成熟的。哦，还不成熟哦。从呀就係已經成熟。哦，颜色就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就已经可以吃了。可以吃的。那这要怎么采啊？因为这个很粗呢，哦，还尖尖的。还要炸的吧？哦，有工具哦。哇，看起来好硬啊！哇，我一下吹就一下就剪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大哥可以采，给我们比较看看。哦，一下炸东升。东升黑嘛？我们采的东升，像这颗就已经成熟了，也可以采呀。哦，看起来三妞 and sweet，OK 了。三妞，你要挑战是吗？试试看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你看这个，跟这个有点落差。小心。好，谢谢。要怎么剪啊，大哥？这个你用45度角，然后不要把蔓藤给剪了。好。因为后边还有小瓜仔。三牛做 demo 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哎呦，来一手，好像很轻松哎。哇，对 ，Looks good 啊。哇，真的就谢谢你啦。现在口味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。对。太哥，要不要按到反瓜口味都懂讲啊？我用会通咯，咱都偷这种优弹的反瓜。呀那个目前要的反瓜全部会成熟，就拍出来时间。哦。那个有机会都在吃反瓜做个料理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可以啊，真的好。哦，后天今天有调加天数哦，教我们用来偷优弹的反瓜。对呀 ，Pick the big and sweet ones， 做出来的南瓜饭团一定很好吃。我买这料理可挺好嘞，不过你会做菜吗？糟糕了，我不是很会做菜啊。